透早来到阿爸天父的厝，用娱乐的时间来感谢伊，享受咱每一天稳定满满。咱做伙来吟这条赞美诗泉，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诗泉。每一句话拢是确据的，是神的应许。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你。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的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我们一起来唱你的话。免得我得罪
有力量。这是我每一次都告诉自己，当神的话在我的心中，我就有力量。但是我也会害怕不小心就远离神。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你的话。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地人亲像天。我的心期待你的性命，予人尊叹无煞。咱做来吟这条，愿你的国降临。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你天。我的心期待你的性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不捌你。今日予我一看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你天。我的心期待你的性命，予人尊叹无煞。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不捌你。今日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
一个土地的变心，犹原搁不捌你。求你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作样见证你。我的心头无你的字，你在哪像你去？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前谈无煞。总是一个土地的变心，犹原搁不捌你。求你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作样见证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伫遮，愿阮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愿阮的心独独为你来活，愿阮的生命亲像你。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遮同心合意，献上阮较无的心，祈祷拢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只是请大家准备心来敬拜。耶和华，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纪念我，用你的救恩临到我，互我看见你敬的百姓的福气，欢喜你的国的快乐，甲你的产业三甲荣光。世间
心敬虔。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171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圣诗171首，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做用使徒信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第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现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用启文第5篇，启文第5篇。遮个天讲起上帝荣光，强强保佑你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即日对今日传出来吧。
无言无语，因的声无通听到，伊的准情遍伫天下。因的言语到伫地顶。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房，日头亲像神竞赛出伊的房，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因对天的这边出，射到天的迄边。无一项物放慢，无得到伊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照全，为互人的心欢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亡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话段真实，一切公义。比金比侪金较通羡慕，比蜜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搁你的奴仆对遮个受警戒，守者的有大福手术。治罪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除去我暗时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无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咱甲吟一首圣诗，圣诗166首，耶稣圣会，上帝设立。圣诗166首，请坐咧吟全首。这是咱三个额头来祈祷。至尊至权，阮的阿爸天父，阮深深感谢你。虽然阮今年有真侪天然的灾害，致使真侪人性命甲财产的损失，
但是愈听心的困境，阮愈看到属伫台湾人彼此扶持相挺的气力。上帝啊，是虾米款的恩典？你互阮住伫一个遮尔使人意爱的国家，互阮通夸口，阮是一个充满疼的国家。阮嘛知影，重建是真久的过程，求你的疼甲灾民同在，陪因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求你的气力甲所有产之超人同在，纪念因无私的疼。阮嘛恳求你，首使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有疼人民的心，嘛有分配管理的智慧。更加重要的是承担责任的勇气，帮助灾民渡过难关。阮嘛伫遮恳求上帝监察阮、接纳阮。有一首诗歌咧唱，有主耶稣伫阮的身边，阮就毋惊风影。总是阮常常伫风影中失去理解别人的耐性，失去听亲朋好友的心思，失去接纳家己的渺小，接纳家己有欠缺，为着家己向上帝祈祷求讨的勇气。当阮袂记咧去算数家己的恩典的时，就是阮面对可怕风影的开始。主啊，阮相信你赏赐阮满满的恩典，总是阮犹原爱时刻谦卑，继续祈祷。若无主的光照，阮所失去的永远比得到的较济，而且更加陷入失去的惊吓。主啊，求你陪伫阮的身边，伫风影中，阮永远算会出你的陪伴有偌尔大的气力。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赞美，咱请圣歌队。
这时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一位圣经。旧约圣经诗篇119篇11节。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咱再来看一位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到12节。第10节，对安尼兄弟随时找保罗、西拉透暝去比利亚，两人已经到地，就入犹太人的会堂。遐个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因为因注意受道理，逐日考察圣经，看遮个事果然有安尼也无，所以其中有侪人信，阁有希利尼尊贵的妇人人，甲查甫人无少。以上，正道题目是建立伫正道上的教会，请陈牧师。亲爱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有兄弟姊妹，咱通过上帝圣神以及圣经的话来得到祝福。因为圣经讲，完全的来，无完全就离开。顶礼拜咱所读，我细汉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亲像囡仔，我既然长大成人，我就放了囡仔的事。亲爱兄弟姊妹，愿咱大家幸福，也愿咱大家活伫上帝丰盛的活命的内底。因为咱是天公仔囝，咱是天公仔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一间咱真无熟，我相信咱多数的人可能连这个名嘛，可能头一届伫讲道中间听到牧师讲这间的教会。顶礼拜牧师讲一个被忽略的台湾宣教历史中间，伫台湾宣教历史中间一个被忽略的牧师，伊叫做梅干武。这间教会叫做比利亚。这间教会嘛是人类伫基督教的历史中间是一间被忽略的教会。我相信10个教会基督徒可能连听都毋捌听过，毋是讲毋捌听，连注意都无注意到这句话。因为这间教会伊出现伫《使徒行传》17章3节的内底足底，这间教会伫所有的历史内底，真少人讲到这间教会。兄弟姊妹，因亲像昙花一现，因的生命就亲像昙花一现。昙花，恁知影有啥物花吗？我毋知台语安怎讲啊？庆花吼，感谢主，恁拢比牧师的台语较好，嗨呀厉害吼！安尼半暝开，一过过光了就烂去啊！敢是咱的人生，敢就是庆花遮尔短尔吗？毋是，虽然人看袂到，但是上帝看会到。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甲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无论咱的人生长短，但随互上帝看，咱嘛真做有价值的教会。咱当心为着咱要领受圣经的话，甲咱将来的福气，咱搁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欢喜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仔日，阮用代笔的祈祷讲，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主啊，这嘛是比利亚教会因真特别的所在。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互阮每一摆若受感动，阮的一生就会记得迄个感动。有可能是一摆的感动，但是是一世人的影响力。恳求天父上帝，你通过圣经甲圣神的帮助，互阮的感动是一个持续，对感动到阮一生的结束。阮常常当大人，阮嘛常常日日进步。求天父上帝也好，伫网络顶悬甲阮做礼拜，阮无熟悉的兄弟姊妹，阮拢同属耶稣基督，阮拢同心领受主耶稣所带来天国的福音。虽然一摆的感动，但是有互阮一世人来得到上帝你的疼惜。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我要甲咱分享一间教会，伊的名叫做比利亚。伊是保罗所讲，伫马其顿教会
马其顿教，马其顿恁就较有印象，因为牧师讲几啊摆讲，上帝有将一种的祝福、一种的稳定赏赐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就是咱今仔日的这个马其顿王国，古早上出名的国王叫做亚历山大帝。马其顿这国家就是亚历山大帝，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甲比利亚，这三间的教会，伫初代教会称作马其顿的教会，是初代教会和保罗学落的教会。三间教会内底比利亚上特别。这三间教会内底，只有比利亚无接到保罗家己写批。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No news is good news"， 意思就是讲，若点点无代志迄就是上幸福的因为当时若接到歹代志代志就大条咧。腓立比教会非常好，帖撒罗尼教会嘛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保罗写批互迄两间教会？因为因无100%的完全。世间人嘛无100%的人，对无？恁敢捌看过100%的人？世间无迄种，所以先古早人有一句话讲：片空阿乐，找无一个完全的人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帮助咱对即个互人忽略的比利亚一间教会，虽然伫圣经中间也出现足短的经文，嘛毋是保罗家己讲的。是保罗的兄弟叫做罗家，罗家嘛无看到保罗怎样咧建立这间教会。这间教会伫保罗一生第二摆传福音的中间2摆，第二次伊3摆传福音，第二摆旅行中间，伫这间教会时间应该无超过1礼拜，但是短遐尔短的时间，这间教会互上帝欢喜，互保罗无烦恼。兄弟姊妹，这叫做天公仔囝啦，毋是保罗真牛。保罗捌用足长的时间，1年外伫哥林多教会，但是哥林多教会嘛，是保罗上烦恼的一间教会。所以保罗虽然无用足长的时间，但是啥物人咧照顾这间教会？上帝家己照顾。所以开始我甲咱请安讲，你看你才做天公仔囝吗？毋是牧师互较济关心互你，嘛毋是牧师较大摆甲你探访，嘛毋是牧师互你较济的即个圣经的指导，是伫圣经的中间，你家己当大人；伫圣经的中间，你家己成熟；伫上帝恩典，你讲上帝啊，我亲像比利亚教会，一开始就无结束。虽然别人毋知，但是上帝，你就是我生命的救主。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认捌即间咱过去牧师，我应该是头一摆伫咧中间讲到即间教会的信息。我捌伫马其顿的文典，甲咱分享伫马其顿的教会时阵，我捌提起即间教会的名。但是迄个时阵，我无将即间教会以前特别的特质讲啊足清楚。即间教会3个特质：第一，因有尊贵的心；第二，有真欢喜领受的心；第三，因用圣经做上重要的根据。但是我还阁解释一摆，尊贵的心就是一个清气的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欢喜甲领受的心，英语叫做 open mind。open mind 意思就是啥物？伊心是一个开的，然后好的物件入来，伊一定讲掠条咧。open mind 就是讲伊就是有开明的智慧，伊听会落真理的话。有真侪人真理的话讲足侪摆，但是还是听袂落。人常常是有一个主观，有一个先入为主，有一种的固执。保罗毋是保罗，路加，伊通过保罗描写讲伊怎样经过这个教会，因为路加写使徒行传，伊所听的拢是除了有一部分是家己亲目睭看，剩的拢是风声的。但是当伊听即个福音的故事过程，路加有一个敏锐的心，伊感觉迄是一个重点，所以每一摆伊写伫圣经内底，无论是路加福音嘛是使徒行传，路加足够听讲道，所以伊拢会听得到重点。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有尊贵的心，有拍开的心门。第三，有斟酌愿意读圣经的态度。主帮助咱当大人今仔日咱要甲咱分享一个比利亚
这间教会是保罗伫第2摆传福音，保罗一生中间总共有3摆为着传福音。第2摆这个是一个足精彩的开始，为什么？因为这个第2摆就是保罗改变伊的行程，因为原本传福音的计划的路线是要行到亚洲的尽头，搁过就是欧洲。但是保罗伊原本是到这个尽头，咱的古早话叫做亚细亚，亚洲叫做 Asia， 亚细亚。但是咱这边咱叫做东亚有无？韩国、日本，咱叫做台湾、东北亚。咱受称伫整个亚洲遮尔大的板块的一个地图中间，咱是伫亚洲的上东边。但是保罗是伫亚洲的上西边，一个叫做特罗亚这个城市。但一个牧师用这个地图互咱看，这就是3间教会。这3间教会有一个足特别的礼物。我渴望兄弟姊妹，你伸出双手甲上帝讲，因有的我嘛要有。牧师今日无足充足的时间解说讲，什么是上帝予马其顿教会稳定。我常常用马其顿的教会稳定来为这顿教会祈祷。因虽然极其丧向，却是无限的慷慨，这就是马其顿的这个稳定。上帝马其顿的稳定，就是讲，我若只要有上帝，我啥物拢有，我唔免惊讲我若奉献出去，我就啥物拢无啊。我若甲人分享，我就拢无了去啊。马其顿的教会是伊极其丧向的时阵，却是要个慷慨。腓立比的教会常常喜乐的教会。帖撒罗尼的教会就是勇敢的教会，伫任何情境、任何艰难，犹原坚持信仰。这保罗俄罗的教会，但是这2间教会犹原有小小的缺点。独只有第3间教会，上界这边，我用红字写叫做比利亚，这伫欧洲的上南边叫做马其顿一个国家。马其顿牧师拄则甲咱分享讲，腓立比教会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其实就是欧亚2个板块中间上要紧的门户枢纽一个啥？你若有参加拜六的查经班，最近牧师咧讲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甲腓立比教会，昨特别是讲到腓立比教会。牧师要邀请恁甲比利亚教会同款，欢喜读圣经。牧师除了讲道以外，牧师用的上济时间，其实就是准备查经。牧师真望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真正捌圣经。你若真正捌圣经，你唔免靠牧师一喙一喙甲恁饲。你若真正有读圣经的习惯，恁家己自然而然就会当大人。阿嬷7岁就感动要献身做宣教师，但是伊唔知影啥物叫做宣教师，因为伫迄个7岁时阵，一个牧师讲道伫礼拜堂中间讲到7岁的喜乐阿嬷，伊心内就感动。但是牧师计讲就离开啊，阿嬷安怎当大人？伫主日咯，伫教会生活，伫伊的灵修、读圣经的习惯，一直来到台湾，伊的牧师无对伊来，伊要阁是养成一读圣经的习惯。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来做伙共读，好无？牧师伫拜六的透早迄个时间，牧师甲恁讲叫做共读圣经，有无？有一个带咱读的人，伊叫做大卫包森；，佮有一个解说的人，伊叫做曾浩生。但是有一群人做伙欢喜做伙共读圣经，毋是恁，嘛包括比利亚这个教会。兄弟姊妹，认真读圣经，咱目睭就开；认真读圣经，咱就有智慧。迄个智慧是上帝的智慧，毋是人的智慧。这是保罗第2摆传福音。伊对什么所在开始？对上下骹，即个牧师徛这个所在早咧。这个所在，伊有一个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往上走到安提阿，安提阿搁往上走，就是进入到加勒泰。加勒泰教会了后，到迄个亚细亚板块最后迄条红线画落来的上尾，遐有一个所在，迄个所在，迄个城市叫做特罗亚。迄就是保罗伫暗时咧困做梦，梦去伫梦中间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穿马其顿的人的衫。好像是希腊人，但是伊毋是希腊人，因为马其顿甲希腊是无啥共款，但是后来马其顿这个国家有统治到希腊，所以有一条歌叫做《波斯市场》，有无？足轻快一条诗歌，音乐的歌，
迄就是马其顿甲希腊的所在。后来上这个福音就行过到欧洲，对安尼开始，上帝的福音留伫欧洲2000年，甚至1800年。福音留伫欧洲足长的时间，直到有一日，欧洲的教会有能力，从这个福音传到世界的各所在。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听保罗，上帝互保罗的感动。保罗是路加有记载，保罗有记载。保罗特别伫哥林多教会内底，伊写一张批互哥林多教会。上重要就是要甲哥林多教会讲：恁虽然做好嘢，但是恁做丧香。但是马其顿的教会虽然做丧香，但是因做好嘢。阿仔，你听有即句话无？有的人是做好嘢，但是伊其实真小气，迄种叫做好嘢的丧香人。但是有的人真善。伊可能经济能力嘛毋是足济，但是伊就常常有一种慷慨的心，迄叫做好嘢的颂扬人。保罗用这两间教会伫遐对话。马其顿的教会为什么我甲因的时间遐尼短？伊伫腓立比教会讲1、2礼拜尔，伊伫帖撒罗尼迦教会搁较短，有可能几工尔，半暝人讲咯。为什么？因为人要来掠保罗，所以伫帖撒罗尼迦的时阵有一个一个教太伊的这主人讲：“你上好半暝紧走，因为人要过来掠你。”所以保罗才半暝透暝但离开帖撒罗尼迦然后去到庇利亚。所以兄弟姊妹，咱咧听这教会历史，甲咱有啥物关系？历史甲故事哪点嘛？毋是。当咱听到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咱来甲上帝讲：伊有诶，我嘛爱有。这就是为什么咱要做礼拜，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需要留2000年，佮继续咧翻译，互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拢会当用因家己的父母话来读圣经。你敢知影台湾人伫1960年代的天主教徒，甚至伫台湾嘛无圣经通读？你讲牧师，你可能黑白讲，恁做压抑天主教伫1950年之前。全世界天主教徒咧做礼拜的时阵，只有听牧师，就是听神父亲自用列丁文读，然后翻做因家己的话。在16世纪之前，只有列丁文的圣经，无其他的翻译的英语啦、法语啦、德语的圣经无。后来咱的先人，包括路德、马丁，包括加利文，因才感觉讲，应该将上帝的话传到全世界。天主教开放的信徒家己查经，是对一届叫做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是大概在1960年代，伫罗马天主教因的反省，伊才感觉讲，莫互干那神父读圣经，互会友听，互会友早暗嘛会当有家己读圣经的机会。兄弟姊妹。所以宗教改革讲，互上帝话受偷放，就是这个意思啦。你莫甲上帝话放伫包袱仔内底，甲包起来。礼拜日、礼拜日，这牧师才踢开，读互咱听。读了后就搁包起来，搁收入去，这真神圣的祭坛顶悬。所以你姊妹，好不容易咱做基督徒，嘛好不容易咱遮尔自然而然，遮尔自由，有圣经读。自由甲超过梁牧师这句话安怎讲？自由甲你免摕圣经，你手机摕起来，你就有圣经有无？有真侪人其实伫下骹是咧滑手机。牧师甲讲你开咧做礼拜咧滑手机，伊讲无我咧查考圣经我咧读圣经真啊假牧师嘛毋知影。咱自由到即种的程度，但是咱敢有真正读圣经？比利亚教会即阵人。路加足特别伊甲查某人摆伫头前，你注意读今仔圣经，恁对读。伊讲有一阵尊贵的希利尼人，然后嘛有袂少的查甫人。犹太人那查某人甲囡仔拢无算做人，你敢知影？犹太人的文化是只有算查甫人，因为5000个人食饱，3000个人食饱，是算啥物？是算遐查甫人呢？
犹太人的文化是安尼，但是路加是一个足特别的使徒。伫伊的目睭中，伊看查某人甲囡仔最重要。所以今仔圣经有真侪有隐藏的、稳重的真理伫伊个内底。伫路加的目睭中，伊所看到的马其顿是一个心中的教会。拄则牧师甲咱讲，保罗伫即个马其顿即个地区，马其顿即个国家传福音，一直马其顿搁落来就是希腊。因其实即个所在是巴尔干半岛的上界南边，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界南边就是马其顿甲希腊即两个国家。保罗伊带路加做伙踏越对亚洲去到欧洲，路加是对伊去，但是路加对到第一站就无搁对啊。路加对到腓立比教会了，路加就无搁继续行。你问牧师讲，你较知？牧师，你敢有特别的资料？隐藏一手没有给我们看，因为圣经无讲伊路加无对伊去，但是根据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有当时会露出马脚。路加讲伊伫腓立比的是讲我们，甲保罗写讲我甲伊我们，但是对第二间教会帖撒罗尼迦甲毗利尼，佮过去了后。路加写过他们，安尼你听迄个意思无？文字会露出一些咱看袂到、无注意的信息。换一句话，伫帖撒罗尼迦的时阵，伊咧讲的故事是保罗因的故事，表示讲路加无对去，因为保罗甲伊交代讲，到遮，佮倒去，你倒去亚洲的教会，因为亚洲的教会有需要人照顾，所以路加毋是无爱对。路加就倒去亚细亚，伫遐个教会，所以圣经有真侪，咱伫敢若灵修安尼读，无一定读会清楚。愿天父上帝帮咱，咱看到路加目睭中的，伊看到的什么？第一，伊看到保罗所看到的马其顿的稳定。但一个牧师要甲咱解说讲，上到马其顿的教会之中，虽然送香，但是确实好业，是一个好业的送香人。咱甲天父上帝讨，因为保罗伫哥林多教会内底，伊讲到一句足宝贝的话，伊讲主耶稣基督本是丰盛富足的，但是为着恁的缘故，伊将伊所有的稳定拢予恁，至到伊双手空空。恁会记迄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6章，耶稣基督的稳定，耶稣基督将即种的态度稳定。互马其顿的人，保罗有讲，马其顿的人因了解耶稣的心，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最深，所以因了解耶稣的慷慨，为着福音愿意慷慨。所以保罗伫哥林多教会咧讲起，恁哥林多是一个足好业的城墙，因为恁所经就是一个地中海最要紧的枢纽，迄个所在有一个咱咧叫做咱即马讲做运河。大只船、小只船，通过迄个毋免阁绕道，落去到上南边的这个希腊。所以这个国家、这个城墙是足好业，但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咱讲淫乱的城市。以后有机会，恁伫查经中间，牧师常常会讲到这个较深的这个历史的背景。真欢迎咱大家做伙读圣经。你若讲牧师我都袂赴啊，不要紧。阿真有甲咱做录音，你若愿意听，你若愿意读，你当牧师讨文字稿，然后你会当听阿真甲咱录音的迄个查经的每一个录音档。你当听两个人，一个就是大卫包森伊家己，伊99讲，伊叫做圣经纵览，每一卷的圣经伊拢解说每一卷的圣经。总共伊家分99讲，因为有的册较长，伊用2讲的时间来解说。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是一间欢喜有上帝稳定祝福的教会，这是今仔日咱甲上帝讨。马其顿的教会是一个有满足的喜乐，有感恩的心，满足的喜乐甲感恩的心，伫基督徒的十字架的人生中间。伊是一种足神圣的力量，足神圣的力量，就是看到人有需要，伊心内毋甘，伊欢喜将家己道成肉体，甲人分享，
疼人亲像家己，这叫做神圣的力量。保罗伫哥林多教，毋是哥林多教会，伫马其顿的教会看到耶稣以道成肉体，伫马其顿的教会，互马其顿的人甲耶稣足同款，有耶稣基督的心最深。兄弟姊妹，恁愿意互耶稣基督的心伫恁的内面吗？恁愿意思考讲，我要怎样成做真正耶稣的学生，亲像马其顿的教会安尼？阮是天公的囝，若是上帝拢是我的，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回，但是耶和华会搁再赏赐。我搁讲一摆，耶和华赏赐，耶和华嘛会收回，但是当耶和华收回，伊会搁再赏赐。恁相信吗？既然我所有的，无论我的家境，无论我的经济，无论我的婚姻，无论我的事业，逐项拢是上帝所赏赐。上帝要用伫啥物所在？上帝，请用我的一生，互你用；我的产业，互你用。我相信，你若将我的产业摕去用，你会阁饱满。兄弟姊妹，恁相信安尼吗？这叫做以马内利甲耶和华以勒的人生。马其顿的教会兄弟姊妹，因足了解天父上帝，毋是一个真小气，干那要甲人掠夺的上帝，毋是。伊相信一个人若将这个奉献放伫上帝手中，亲像寄金寄伫啥物所在？寄伫全世界上可靠的银行啦，寄伫上帝天国的库房内底。所以兄弟姊妹，人民颂扬人就是亲像寄金照互上帝，你的温顺，你的财政，你的所有的一切。兄弟姊妹，愿上帝的话伫今仔日偷放咱。无搁再用家己做中心，这叫做偷放。真侪人无法度行出家己用自我做中心这种的态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怎样讲。路加伊咧形容这个比利亚教会，记载伫使徒行传伫第17章10节、11节、12节。兄弟姊妹倒去，咱来看这段。伫比利亚的中间，伊咧讲起这间教会，全本的规本的圣经内底只有3节，遮尔短。保罗用的时间足短，但是这间教会活了精彩，无互保罗看入。我找真多资料，但是总找无讲后来这个教会有啥物贡献。伊也无起足水的礼拜堂，伊也无传做足大的基督徒的人数。但是这间教会伫圣经的记载中间只有3句话。但是你敢知影？即摆全世界欧洲的教会，有的教会因号名。和比利亚的名，有神学院号名叫做比利亚。这个教会虽然无起足一个礼拜堂，这间教会虽然无开拓足水的礼拜堂，嘛无真大的这个信徒的人数伫因的教会内底。但是2000年后，这个比利亚的教会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保罗讲，看似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众知，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看比利亚到底会当互咱学习啥物货？咱来看这句话，今仔日实在是金句。伊讲遐个人是伫爱看头前的第10节，因为第10节咧讲起保罗来到比利亚这个所在。伊讲遐个人啊啦，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这句话的翻译应该讲较尊贵。意思就是讲，因有好的出身，因有尊贵的心，因的血统。我一句话就亲像讲，伊就是这个贵族的后代共款啦。因文明，这个文明是中文的翻译，但是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因有一份尊贵的心。兄弟姊妹，做一个基督徒，若有一个尊贵的心，你就袂凊彩讲话。咱若有尊贵的心，咱就袂凊彩做代志。咱会做有价值的代志，咱会做好的代志，咱会做讲感觉会当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叫做尊贵的心。兄弟姊妹，你愿意你的家族出后来子孙是一份有尊贵的心的囝儿吗？当然，我真有福气，甲恁做伙生活遮尔长的时间，我嘛真荣幸会当做恁的牧师。但是我真仰望这间教会是有份，甲其他的教会
无啥共款的所在，有尊贵的心，有清气相，有正直，素洁心清。第二，伊伫这个所在，伊讲啥？因主意领受真理，华语和本翻译做甘心领受。所以，兄弟姊妹，有的人并无真容易接受真理，因为真理常常有一个安那，白话字圣经讲圣心插心，有无？扎心。你读到这个圣经的话，你会感觉讲，谁人我的行为咧，甲圣经所写无共款。圣经所写的各种的好，我拢做袂来。圣经写的无好遐物件，我常常拢伫我的日常生活中间出现。人若就近光，伊就知影伊家己生做三种形。兄弟姊妹，毋是责备，是邀请。上帝的话毋是咧责备咱，上帝的话是邀请咱开咱的目睭。当咱领受了后，咱要伫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伫尊贵的画面中间，更较有尊贵。第三项，这间教会第三个特质就是日日查考圣经。查考圣经的目的，伊写伫桌垫的后壁，看，兄弟姊妹注意这字。咱读圣经，毋是为着要背经文，咱读圣经是要为着了解讲，今仔日我所听到外面的道理，伊甲圣经有一致无？今仔日我听一个讲道，我所听到的讲道，甲也听到福音，因为有风声对菲律宾教会迄边传来。兄弟姊妹，你来对看哥林多16章，你就看到3个新约伫哥林多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路加写着保罗伫迄个菲律宾教会所行这个新约3个新约。第一，互一个查某人伫查经班中间全家信主洗礼，迄个人叫做吕底亚。第二，一个通灵的少女，通灵的少女就是伊，咱讲的八字较轻啊，伊看到遐灵界的代志伊是一个奴才伊的主人知影这个查某囡仔有通灵的本事。所以主人会甲伊当做摇钱树，但是保罗知影这个有，英语讲 something wrong， 就是讲怪怪啦。所以保罗知影伊伫内面迄个人的能力是邪神，所以保罗甲赶鬼。后来迄个查某囡仔真失去迄个通灵的能力，迄个主人足生气呢。我摇钱树，你甲我紧甲我剁掉。这查某囡仔无搁再会当讲遐个543的语言红姨啦、看蒙啦，啥货无搁再有迄种的能力。错误使用邪神的能力，保罗伫遐加新者风声传来到比利亚的兄弟姊妹听保罗的讲道。比利亚无礼拜堂，甲菲律宾共款，无进入会堂。但是当因听保罗的讲道了后，因伫因的会幕真奇怪呢，2000年前才有圣经。最近咱牧师咧甲恁讲圣经从哪里来？恁有参加查经班的人，恁就知影讲，其实今仔日手中这本圣经是安怎来？迄是一条不简单的路。伊对真长的时间，几百年，老爸传落囝，囝传落孙，安尼一直传到足久了后，有人开始感觉讲无圣经袂使，就亲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因发现主耶稣基督讲伊要搁再来，但是耶稣拢无来。所以初代教会感觉讲，咱这代使徒若蒙主恩调离开世间，以后咱的囝囝孙孙都毋知要安怎听主耶稣的讲道啊。所以教会才要求这的使徒，爱将因过去所听耶稣的故事文字化留落来。所以使徒伊所留落来耶稣的故事，咱伫圣经内底甲伊号做福音书。福音书佮所有其他圣经的经卷是无共款的，伊的地位就是好消息，就是上帝耶稣所讲的话，耶稣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对比利亚这个教会产生一种的渴慕。你的心来甲上帝讲，上帝，你有比利亚教会这3项特质，请你嘛收束我。这你愿意爱有这种吗？你愿意无论你行到什么所在，人讲这个人的心足尊贵，有好心。这个人心是一个真聪明，又真开放的心。
袂晓真骄傲，人若讲啥，甲其他人济。开放的心就是我会静静听，无论是一个囡仔，无论是一个无啥教育的人，但是伊若咧讲话时，我有开放的心，我有谦卑的心，我会静静听，听伊讲的有理无？第三，当我听所有的主张了后，当我听到所有的主张了后，我会倒来到圣经。第三项讲，日日查考圣经，为着要看这个事，果然有安尼无？和本的圣经中文翻作，看看是或不是，看什么？看伊所讲的是啊，毋是。所以，兄弟姊妹，这间教会是一个务实求真的教会，这是我今仔日的结论。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不要人云亦云。你听迄个意思无？耳孔听人来讲，啊，你就听着对咧行。爱做一个有追求。实在务实，务实毋是做现实咯，务实是脚踏实地。吼，对上帝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啊，真正了解。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因为福音的缘故，咱在座的行行顺顺，到永永远远，咱出有智慧会行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三项家记起来，有尊贵的心。兄弟姊妹，为着你的心祈祷，主啊，甲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定心有啥？正直的心。愿天父上帝，互咱每一摆做礼拜，拢是咧清洁咱家己的心。第二，用上帝的话拍开心门，用上帝拍开你的心，无将你的心关起来。有当时咱做礼拜受搅扰，听无上帝家己的声音。因为咱已经坚持啊，心意已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上帝面前常常有一个敞开的心，英语叫做 open mind。open mind 就是讲一个真理性的人，伊是用是非来做判断，毋是用伊的个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来阻挡上帝的真理。第三，这个人伊真脚踏实地。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无的特质，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99%是优秀，有99分，但是欠1分，因为因上容易接受迄个错误的牧师的领导者，当时无牧师啦。帖撒罗尼迦教会拄着一群保罗离开了，有一群人传迄个无真细正。无真健康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比利亚教会的人毋是安尼，因是一个务实求道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所有咱教会的囡仔、青年，伫恁成长的过程顶悬，因为恁心中有敬畏上帝，因为恁心中欢喜有上帝圣经做恁的原则，恁的一生因为圣经来得到智慧甲能力。因为上帝话毋是干那智慧，上帝话是有力量的，伊互咱有气力活出来上帝话的所有一切的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就今仔日个礼拜，比利亚教会、比利亚教会、比利亚教会，这个教会伊留一个足特别的特质，就是尊重上帝话做所有一切知识的根基。比利亚教会最后伊影响到第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阵，有讲到5项绝对：因信称义、绝对上帝恩典、主耶稣基督绝对的救恩。我伫这个世间是为着要荣耀上帝 ，sola glory。最后一项，搁有就是独我的一生的主张，用上帝话做主张。伫教会内底若有主见、主张无共款，爱安怎处理？定心都要读圣经。所以基督教伊做主张的一项，就是独当教会若有意见袂合的事，上要紧是谦卑安静，伫圣经的内面祈祷，搁来伫真道伫上帝圣经的话来找答案。兄弟姊妹，一间教会毋是地位高的人讲尊崇，伫个教会内底嘛毋是奉献上济的人好算。
讲话准算。有的教会若拄着迄个大企业家，常常大企业家若讲话，毋是讲较大声啦，拢可能伊最后的裁决性拢较悬。兄弟姊妹，原咱毋是安尼。愿耶稣基督的话，愿上帝的话，永远是咱教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无？所以今仔日个礼拜主题讲，建立伫上帝的话顶悬的教会，就是比利亚教会、比利亚教会。阁有咱甲教会这两字摕掉，改做建立伫上帝的话顶悬的基督徒的人生，好唔好？兄弟姊妹，你愿意将今仔日的这个工地变做你个人生命的转变，甲你成长的态度吗？你甲上帝讲，互我因为圣经的话，我脱胎换骨，我不再以偏概全。以偏概全，你知迄个意思无？用无完全的道理当作真理，硬死者。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灵恩，完全的福音，真正的灵恩，真正的福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帮助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每一句你所听的圣经的话，拢活出来，用会出来，成做你的智慧，成做你的开拓。耶稣讲，聪明的人，因的起厝是起伫什么上？石板顶。基督徒若是一个聪明的人，伊会将伊人生的主张甲伊的智慧建立伫什么所在？建立伫上帝的话顶悬。咱死了后，这本册还阁传落去。2000年后，咱的主张今仔的 AI 安怎变，咱无人知。但是2000年后，这本的圣经永远还阁得替上帝讲话。这是我深深所相信。兄弟姊妹，做聪明的人。把你的人生定根伫上帝的救恩，把你的人生定根伫主耶稣基督的疼，把你的圣经，把你的人生定根伫上帝伊的施恩宝座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教会是一间上帝的厝，咱的教会是上帝真理的条条甲根基。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感谢上帝，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有一种真特别的气质。任何讲员伫咱教会主持礼拜讲道，我拢感觉咱的兄弟姊妹参加礼拜态度精神，不会有烦躁，不会有不耐烦，因为咱长期甲听讲道当作一个真要紧的学习，毋是因为讲员的问题。上帝祝福恁。毋是干那有这种的态度，阁有认真通过圣经辨明所听的所理甲信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结论就是今仔日的金句。金句是写伫犹大书，犹大书是一张批，伊无分第1章、第2章、第3章，犹大书只有1章尔。所以伫犹大书的第20、21节安尼写，伊讲伫至圣的真道造就家己。就是伫上帝话，读圣经造就你的思想，读圣经造就你的观念，读圣经造就你的品格。圣经生活化，生活圣经化。圣经安怎讲，你就安怎生活。你安怎生活，你要知影讲，你的生活是爱对照。圣经的教示，伫什么所在？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因为。当咱进入到上帝圣神的时候，咱读圣经才读有。保罗足深伫伊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就讲着，若毋是踮伫咱你的内面内心迄个圣神，无人读有上帝的圣经的话。若毋是伫咱内面的圣神的帮助，就无人有法度了解人的事。第10节、11节，伊讲伫人内面的圣神，会互你了解你的人生。有真侪人爱算命，但是基督徒，一个真正基督徒，伊绝对袂去算命。为什么？因为知影伊的命已经伫上帝手中，上帝定定伊的一生，上帝伫伊的一生有量身定做的计划。上帝道路关过我的道路，上帝意念念头关过我的念头。
若毋是踮伫人内面的圣神，就无人会当明白迄个看袂到天顶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伫圣神的内面祈祷。第三，常常踮伫主的疼的内底，然后主的疼，咱的一生中间常常成做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人。无论外面透风透，今仔日个咱的师会安路结束，伊会祈祷讲，阮亲像一条歌，有耶稣在我的船上，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兄弟姊妹，常常踮伫主的疼，就是这个意思。若有主的疼伫咱的内面，咱伫人生中间拄着什么种的委屈，拄着什么种误会，拄着什么种的代志，对咱来讲，有时咱会感觉，迄无啥物通计较。我所计较的只有一项，就是我的上帝安怎看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两项代志。第一，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查经好无？咱做伙来做礼拜好无？咱做伙来亲像比利亚教会，是一个有尊贵的心、有开放的心，伊共同读圣经，好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比利亚教会因是亲像代笔共款，将上帝话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比利亚教会的人，虽然保罗2-3天就离开。但是这间教会无互保罗闹开，嘛无互上帝伤心。所以有人问讲，为什么保罗无写批互这间教会？他对我甲恁讲一句言语，叫做 “No news is good news”。保罗一直传，伊甚至伫监狱个内底嘛听到真侪风声，因为建立足侪教会，但是又听到对一间教会咧感冒，对一间教会去有流感，对一间教会有咧拍卡唱，对一间教会内底有人冤家，有代志保罗才会写批啦。比利亚教会毋是表保罗无爱，我想比利亚教会最要紧就是伊亲像一粒好种子，伊好落伫好的土里，上帝家己栽培。兄弟姊妹，你愿意上帝福音的种子落伫你的好的土里内？你愿意上帝做你的主吗？是，咱拢是安尼，包括你，包括我。愿天父上帝帮咱，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做话做咱脚前的灯，做咱路上的光。圣经的重要就写伫遮，自古早就是安尼讲。将来 AI 的时代无论安怎变，上帝话永远是咱脚前的灯，甲路上的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将比利亚教会以3种的特质：尊贵的心、开放的心，甲认真尊敬、敬畏上帝话的态度。愿这间教会永远无变质，永永远远。咱对上帝话尊重，毋是因为牧师的口才，嘛毋是因为今仔日徛伫讲台顶是咱总会的总干事。咱做礼拜要真要紧，就是有一个上帝话语的萝卜，伊实实在在伫阮的中间讲道。上帝话被尊重，毋是人的地位甲口才。唔通甲圣经当作咧看报纸，凊彩现的，倒咧你上厕所的时阵咧看的。咱有人叫做厕所报有无？有真侪人有这种习惯，就是若要入去便所，一定爱载一份报纸入去看，看了才出来安尼。但是我真少听到人讲摸一本圣经入去便所，对头讲看到尾，看了才出来。因为若摸一本圣经入去便所，伊看，要出来就真难啦。一本遮尔大本，我讲笑，罔讲笑，兄弟姊妹，唔通凊彩看圣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求真务实，唔通耳空轻。这个时代有真侪假消息，你敢无法度判断？真的吗？兄弟姊妹，今仔手机逐所在拢真侪时阵，你根本连判断，你都唔知迄到底是真啊假啊！主啊，怜悯阮！我哋今仔这个时代，阮常常看到迄个假消息、假新闻。求主你赏赐我有信心的帮助，互我有能力，通判断即句话对对来。你若知影是什么种的立场、什么种的对象、什么种的单位，伊的消息对对来，你就知伊大概要讲什么话，对不对？
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圣性的内面来祈祷。因为伫圣性的内底祈祷中间，圣性的甲你讲，一个咧胡说八道。圣性的甲你讲，即句话重要。你虽然受气，但是安静谦卑，因为即句话对你有好处。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愿天父上帝伫咱中间用伊的听，互咱甘心乐意。奉献毋是一个规矩，奉献是甘心乐意。你毋是做互伊有看，毋是做互你的厝边看，毋是做互你兄弟姊妹看。奉献是有人甲咱讲，牧师奉献莫出名，好无？有真侪外国牧师来，伊总袂习惯台湾的教会，咱拢会周报，拢会写着兄弟姊妹奉献。我毋是要甲咱拍成绩，讲你一年奉献偌济，毋是。奉献是我对上帝兄弟姊妹。奉献是出于甘愿，今仔日讲比利亚教会是一个甘心。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对地，因为主会听哪济，咱的心就哪甘，对不对？这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上帝予伊稳定，满心感谢，伊欢喜，虽然送向却是慷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领受上帝所对天理所授予咱。这个马其顿的稳定，其实就是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6章、第8章拢咧讲起，一个是马其顿的稳定，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稳定。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却无用安尼做夸口。除了罗卜的形象，后来死伫十字架，欢喜甘愿。这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稳定。踮伫人的生命中，人的生命像要有真正无同款的态度。这种神圣的能力，伫2000年来教有一种灵修的传统，改号一个名叫做和平。咱中间有的人应该要搁会记得，因为咱中间有人甲牧师捌去韩国参观一间教会，叫做和平教会。足早期，咱去过上少有2摆。这间教会就是讲，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甘愿将我所有一切甲人分享。这种的教会叫做和平教会。马其顿的教会，伫2000年来，伫所有的修道院内底有一个规矩，应该号一个名叫做神品。出家人就清气想，就袂计较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一个伫主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上帝路榜，神品的意思就是欢喜为上帝缘故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伫修道院常常咧训练修道院的神父养成的过程顶悬，就是欢喜为着别人过一个真简单的生活。伫我一生中间，伫我的起头，伫我要开始踏入社会进程，上帝予我2个故事。一个就是德蕾莎的故事，德蕾莎小女的故事；第2个就是圣法兰西斯的故事。这2个人的故事，互我心足受感动。我知影我一生无遐尼开阔、慷慨的心，会当亲像因遐尼完全无保留。但是这2个人的态度，迄个神品，为上帝缘故甘愿过真简单的生活。一定真做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兄弟姊妹，白白得到，白白予人。你愿意领受对天日来上帝予你的稳定吗？兄弟姊妹，这是真奇妙。虽然你无一定真有把握，我伫咧恐过，我好无意欠到有遮个钱，我甲加出去。兄弟姊妹，活水是永远袂断的。对不对？上帝若互咱有一个活命的水泉，用不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愿天父上帝所授予马其顿的教会，伫你的人生，伫我的人生，伫咱的共同的教会，咱将咱的教会来交献给上帝。咱甲主讲，这间教会名唔免互人知影讲，伫台湾有一间教会，伊叫做德堂教会。当人咧问讲，
怎么说你对来？你伫对一间教会？你想，我甲伊讲，我是对中华地区一间叫德堂教会来的牧师。啊，你想牧师迄阵是咧等伊讲，哦，我知影，还是讲我只是咧讲起一间上帝教会安尼来定。咱毋是咧等人夸口，咱毋是咧等人学了。愿主伊会荣耀家己，荣耀家己，好无？咱同心来祈祷。主愿将阮的教会放伫阮的正手，阮对圣经内底比利亚教会，阮伸出阮的倒手，祝福德堂教会学习比利亚教会。虽然这间教会好亲像是无人知影的教会，但是主耶稣德堂教会嘛好亲像无需要互人知影的教会。但是愿阮的教会会当留伫上帝你的活命册顶悬，互阮的教会荣耀你家己的名，毋是荣耀阮的名。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应答上帝听，咱来吟一首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起立吟全首。Bye.
这请坐，只是请准备心来奉献。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咱来用今仔日的时光，咱来甲上日讨。主用你的听充满伫我的一生，我的心中常常有好的物件，我的心内常常有好的代志，好的感觉。主的听帮助我，咱用这条时光做来祈祷。愿主的听充满伫咱的一生中，耶稣听你，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带我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设施伫阮中间，若阮的亲人因拄着困苦、拄着苦楚、拄着艰难，主求你用你的听来充满伫因的心，互因知影因无孤单。主耶稣，互因知影你是阮共同的主，你任何时刻用你的听来陪伴阮。主，愿将阮中间老人身躯欠安、心神有受搅扰，阮的兄弟姊妹。主，愿用你的性命来刺激伫因心内迄个搅扰的黑暗的势力。主，互阮所听的亲人，因会当进入伫上帝你光明平安的国度。无论是肉体的叛变，无论是心灵中间所受到的搅扰，
主求你甲阮所听的兄弟姊妹三甲地地，主你也保守阮所有阮教会时代年长的长辈，主福因伫年长的这个年日，会当享受另外一种无共款，亲像伫餐饮厨啊成熟迄种的香味，迄种伫成熟的阶段会当结穗做做。主你互阮的教会兄弟姊妹，特别阮的士大人，因会当有即种的成就感，因会当有即种的满足的喜乐。至圣的天父上帝，嘛求你帮助阮中间伫网络顶端甲阮做礼拜的任何。主你所听的经字，主互因亲自是听到你的声，亲自看到你的同在，主互因的心因你的充满来欢喜快乐。主耶稣，当阮吟即条耶稣听阮的时阵，伊毋是一个请安的歌，伊是一个祈祷。主求你甲阮每一个出外阮的青年甲阮的亲人，主互因伫外地游园平平安安。主，阮将阮所听的亲人交伫你的手，也将阮的家庭往你拍开，阮的家庭的厝内的门。主求你进入阮的中间，施恩祝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耶稣听你，吼！咱甲咱的身边像耶稣听你，咱下面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咱来先来为着咱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然后咱才来颁发这学期的奖学金，吼！咱同心来祈祷。主今仔日有几位的生日的兄弟姊妹。我们为着因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阮特别要为着大豪教路姊妹，佮伟婷，佮谢桂芬老师，佮有洪志贤，求天父上帝，你甲因三甲地地，互因伫过来即年中间主你的稳定甲因三甲地地，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底。主你互因享受耀华屹立的人生，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因伫因的生活中间有上帝你所赏赐，天顶福音的杯，会当伫因的生命中间担着上帝你同在的甘甜。阮将因的生日交伫你的手中，也奉主的名来祝福因，就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领受上帝你的恩典。对即时到下一次的生日。祝福因永永远远来享受上帝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下面来请陈牧师，咱来颁发这个奖学金，哈，颁发奖学金。主日学生，哈。牧师来念名，雨禾、方怡、陈浩、陈勋、雅敏、雅哲，还有启信，还有佩琴，哈。佩琴是国中的下一个，哈，佩琴是国中，国小的。雅米雅哲还有阿公，也是爱你们。加油！哈，也是爱你们哈。过来，咱来请国中和佩琴。等了妈妈哈。你好，妈妈。来，高中有惠安、佑新、齐轩、以恩、肖以恩。惠安。惠安，虽然都是来教我。佑新有来。
大学哈，何以荣千亿，各有1亿，还另外听起来。索恩加阿公，索恩的奖学金哈。后礼拜倒来哦，好啦，后礼拜倒来，牧师再搁后礼拜家祈祷，好无？好，好，亲爱的，咱做伙来为着所有遮的上帝甲因加油的遮的囡仔，无论有奖学金无奖学金，他们都很棒哈。希望每一个孩子，这是一个鼓励，不是一个金钱的问题哈。咱就为着咱所有咱的教会的青少年、青年咱的囡仔来祈祷。主每一个囡仔拢是你的宝贝，伫家庭中间拢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啊。我要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阮教会的囡仔，我来感谢你。主，这个奖学金毋是一个金钱，这个奖学金是一个鼓励，也代表上帝你的祝福。所以为着所有的阮的囡仔来祈祷，主除了成绩以外，阮甲你恳求的就是品格，家己从伫你圣心内底迄种圣洁的活命。主，你帮助阮的囡仔，除了会读册、够读册，阁有求天父上帝，互因一生敬畏你。阮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主，你互因入捌做人比做代志，做人比读册更加重要。互阮的囡仔因一生才知影来尊主最大。阮伫你面前，为着遮所有的青年，对国民学校到大学，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互因一生所学习的，会当真侪上帝你将来你的圣工的路用。我咱来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好不好？请今仔师会来报告。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7人，现金5992块；主日学出席12人，现金470块；祈祷会出席3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下午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下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下午9点伫线上，拜六下暗7点半伫线上。圣工服侍后礼拜师会请陈宏长老，领诗请刘玉成兄弟，司琴请陈美秀执事，司宪甲招待请姚丽芬执事甲郭一林执事，爱餐备班请姚爱丽姊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10月19有特别的福音礼拜，歌戏传播基督的听，请踊跃出席，并欢迎邀请亲友来参加。第二，杨那秋执事纪念祝福金的名单，大学沈千义、钟硕恩、刘以义、何以荣、葛中吉、陈慧安、沈其轩、萧以恩、陈佑新。国中李佩琴、国校刘以琪、林启信、洪雅哲、洪雅敏、宋承勋、宋承浩、李芳怡、李宇和，愿上帝继续看顾咱的囡仔。第三，中中妇女部生活营，11月17到11月7号到11月8号，地点伫哪来教会？讲题是快乐服侍、专灵服侍。讲师是肖瑞乔牧师、黄连成牧师。报名费2900块。10月20报名截止，有意参加的请向会长文芬来报名。第四，请咱为着生日的来祈祷。郭大豪、陈玉女、李威婷、谢桂芬、洪志贤。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出入的请过去人员来更正。第二事项，
第一，为着信心欠安的庄仁聚、黄宏仁，以及为着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为着教会青少年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第三，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四，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明、林怡轩、刘玉君来代祷。以上，这是咱来做吟上用圣诗507首，用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陈牧师讲道。用光归圣父上帝，用光圣行圣心三位一体，早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咱同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必会。